手拉住我，救出去我心中所有的怀疑。旷野之中，紧紧跟随你主活主，海浪之中，我必不沉沦。旷野之中，我必不迷路，不退缩，也不害怕，不动摇，也不放弃，因我深信你应许不改变。困难之中，我仍然赞美；疑惑之中，我仍然祷告。行在水面的信心，刚强壮胆的前进，我的生命在前面为我征战。主赐给我不动摇的信心，海浪之中你伸出大手拉住我，救出去我心中所有的怀疑。旷野之中，紧紧跟随你主活主，海浪之中，海浪之中，我必不沉沦。旷野之中，我必不迷路，不退缩，也不害怕，不动摇，也不放弃，因我深信你应许不改变。困难之中，我仍然赞美；疑惑之中，我仍然祷告。行在水面的信心，刚强壮胆的前进，我的生命在前面为我征战。我的祷告，不论求什么，只要相信就必得着。我的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相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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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必得着。海浪之中，我必不沉沦。旷野之中，我必不迷路。不退缩，也不害怕，不动摇，也不放弃，因我深信你应许不改变。困难之中，我仍然赞美；疑惑之中，我仍然祷告。行在水面的信心，刚强壮胆的前进，我的生命在前面为我征战。行在水面的信心，刚强壮胆的前进，我的生命在前面为我征战。阿们，哈利路亚！我们将赞美献给天上的父神，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姐妹，请坐。谢谢主，谢谢主，你成为我们一生的帮助。我们要继续来赞美你。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将道路指示我。
子与我们一同行走，以我们为你产业。我们是蒙大恩的子民，丰盛的慈爱四面环绕。你必怜悯，你必恩待，无尽的恩惠一生跟随。我们是蒙大恩的子民，丰盛的慈爱四面环绕。你必怜悯，你必恩待，你必亲自与我同行。我们是蒙大恩的子民，丰盛的慈爱，丰盛的慈爱四面环绕。你必怜悯，你必恩待，无尽的恩惠一生跟随。我们是蒙大恩的子民，丰盛的慈爱四面环绕。你必怜悯，你必恩待，你必亲自与我同行。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赦免我们的罪，与我们同行，让亮光照在你眼前蒙恩。我们一起来祷告。谢谢主耶稣赐给我们平安喜乐，谢谢主你成为我们的依靠，成为我们的帮助，并赐下医治的爱，刚强我们的心。主，谢谢你对我们不离不弃，你美好的旨意必定带来丰盛的应许。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在泥泞深谷中，你领我走出来，我跌跌又撞撞，是你扶我站起来。我满身是伤痕，你将我抱起来，我在你的怀中苏醒过来。耶稣的爱医治了我的心，破碎的生命完整起来，心中又燃起光明的期待，再一次勇敢将自己敞开。耶稣的爱刚强了我的心，星星的翅膀再飞起来，飞越每一个高山和低谷，感谢耶稣医治的爱。在泥泞深谷中，你领我走出来，我跌跌又撞撞，是你扶我站起来。我满身是伤痕，你将我抱起来，我在你的怀中苏醒过来。耶稣的爱，耶稣的爱医治了我的心，破碎
碎的生命完整起来，心中又燃起光明的期待，再一次勇敢将自己敞开。是的，耶稣的爱，耶稣的爱，谢谢耶稣，刚强了我的心，星星的翅膀再飞起来，飞越每一个高山和低谷，感谢耶稣医治我们再一次说耶稣的爱，耶稣的爱医治了我的心，破碎的生命完整起来，心中又燃起光明的期待，再一次勇敢将自己敞开，耶稣的爱刚强了我的心，星星的翅膀再飞起来，飞越每一个高山和低谷，感谢耶稣医治的爱。谢谢耶稣，愿是你的爱刚强了我们。谢谢耶稣，因为你让我们有信心再飞起来。主，谢谢你带领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要一起亲近你。求主你这个时候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我们同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一同来看一段圣经，在民数记第21章，从第4节到第9节。我们一起来读。以色列人离开何珥山，朝通往红海的路走，为的是要绕过以东地区。在路上，人民不耐烦起来，他们攻击上帝。和摩西说：“为什么把我们领出埃及，让我们死在这没有食物、没有水的旷野呢？我们再也咽不下这难吃的东西了。”于是上主叫毒蛇进入人民中间，许多以色列人被毒蛇咬死了。人民来见摩西，说：“我们出恶言攻击上主和你，我们犯了罪。现在求你祷告上主，使这些蛇离开我们。”摩西就为人民祷告。上主吩咐摩西造一条铜蛇，挂在柱子上，好使被毒蛇咬了的人因望见这蛇而活。于是摩西造了一条红蛇，挂在柱子上，被毒蛇咬的人一看见这红蛇就活了。好，雀巢咖啡的创始人叫做亨利·内斯特莱，他是出生在德国法兰克福的一个家庭里面。他小的时候家庭非常富有，他在那边度过了无忧无虑的少年时代。不过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的家族因为政治迫害，后来逃到了瑞士，所以让他们的家族尝到了这个艰辛哦。那也因为这样，他的脾气就变得十分的暴躁。有一天，他这个经过一片农田哦，刚好这个农田刚好这个被洪水侵袭过，本来长得很好的这些农作物都被这个洪水侵袭，然后就无情的摧毁，一片狼藉。他看到这个农田，他就想到这就好像他自己的命运一样哦。可是正在看的时候，他看到农田里面有一个农夫在里面哦。他说奇怪，这个洪水都已经冲过来，然后这个农作物整个农田都变成这样子，为什么还有农夫在里面工作？所以他就走进去一看，哇，这个农夫很认真哦，他在那个已经被毁坏的农田上面在补种这些农作物。所以他就去问这个农夫说：“
这些农作物都已经被毁了，你难道不生气吗？你难道不伤心吗？然后这个农夫告诉他说，抱怨有什么用？抱怨是一点用处都没有的，那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糕。这个都是上帝的安排。你看洪水虽然毁坏了我的农作物，但是它会带来很多的养分，会让我的作物更好。我相信今年一定是一个丰收的一年哦。这个农夫的话给他一个很大的启发，他知道说，抱怨是不能解决问题，不能改变任何事情，只会让这个事情更糟糕。所以他就从当中他就有了一个很大的体悟所以他也改变了他的人生。他就开始做一些科学研究。那个时候他发现这个婴儿的副食品，他开始研究婴儿的副食品。所以我们看到现在的雀巢的婴儿的麦粉他把麦粉加在婴儿的奶粉当中，然后让整个这个公司有一个很辉煌的成果。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是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在抱怨上帝为什么带领他们出埃及。感觉上好像我们这个礼拜天也读过这样的经文，对不对？但事实上是不一样的地方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从埃及出来，然后绕了一大圈然后要往迦南去当他们才刚刚过红海的时候，他们就因为害怕过红海，然后不信靠神，所以他们就对摩西说，难道我们在埃及没有葬身的地方吗？为什么你把我们带到旷野送死？你看你把我们领出埃及我们不是应该在离开前就告诉你说这些事情会发生吗？我们就宁可在埃及做奴隶就好，为什么要来旷野这边死呢？所以过红海的时候，他们就第一次的抱怨上帝。然后接下来就是在马拉的地方马拉就是我们这个礼拜天所读的那个经文。他们到马拉，他们就抱怨为什么水是苦的为什么这样你要让我们喝什么？然后接着又到了那个逊的旷野他们也埋怨上帝说，我们在这边都没有东西可以吃我们在埃及至少还有肉可以吃，结果到了这个旷野，什么东西都没有，你要让我们饿死吗？接着到了那个利非定，他们又埋怨摩西说，我这里又没有水你给我们水喝吧你带领我们出埃及，难道要让我们和我们的儿女都渴死吗？所以整个的路线上，他们就一直的抱怨，一直的抱怨。然后到了那个巴兰旷野也是一样巴兰旷野那时候有10个探子到迦南地去是窥探这个迦南地，回来报信他们说迦南人都非常的强大我们可能打不过他。他们又开始埋怨摩西跟亚伦，他说我们宁可死在埃及或者死在旷野，你为什么要领我们去那个地方？我们去那里一定会被杀死。所以整个路上他们就是一直抱怨，一直抱怨，然后一直到我们今天所读的那个经文，就是在他们从何尔山那个地方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在21章的第4节开始。但是我们如果回去看第1节到第3节，我们会发现说，在第1节到第3节当中，以色列人他们刚刚打赢了一场胜仗。这个是他们要在进入迦南地之前他们所打的第一场战争。我们知道，如果是第一次发生的事情，都会有比较特别的含义如果说第一场战争打赢了，那他们一定会士气大振；那如果第一场战争打输了，那可能他们就会一蹶不起。所以，当上帝与百姓同在，战争就胜利。所以在进入迦南之前，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开始。但是我们却看到说，在第1节到第3节，他们虽然打了胜仗，但是到了第4节，我们可以回过头来看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第4节，他们离开何尔山，要往红海的路上走，这为的是要绕过以东这个地区他们已经快要接近迦南地了，但是以东王拒绝他们经过这个地方。所以他们只好绕过去，再往红海的地方去。这段路让他们觉得，因为要绕路而感到非常的不耐烦
也让他们失去信心。其实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刚说他们已经走了那么长的一段路，但是事实上，现在抱怨的跟之前抱怨的却是不同一批人，因为这个已经是以色列人的第二代了。因为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从这个埃及的地方出来，走到这个地方已经快要40年了，已经接近40年了。他们也越来越失去了信心。这段路，好像有网友他用那个 Google 地图去计算，他说从那个埃及开罗到耶路撒冷的路程，总共是700公里。700公里开车只要9个小时，那如果是走路，那个 Google 告诉我们要走6天，但是以色列人却走了40年，那这40年当中，他们也产生了新的一代的以色列人，一定是第二代了，但是他们还是一样抱怨，因为这条路很不好走，而且生活还是很苦。在他们面对生活现实的考验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抱怨上帝：为什么带我们到这里来啊？我们这里没有什么吃的，你要让我们死在这边吗？他们开始埋怨，他们只有看到这些困难的环境，然后不断的抱怨，也成为他们生命的破口。所以他们就开始抱怨，于是这个上帝要惩罚他们，就叫一条火蛇进入百姓当中，凡是被咬的就会死。这个时候让以色列人他们再次醒悟，如果没有上帝的保护和供应，他们是没有办法在旷野生活的。所以他们这个时候才开始悔改，求上帝和摩西要原谅他们。他们就求这个摩西来帮他们向上帝祷告，使毒蛇离开他们。摩西就求问上帝，上帝就叫他做一条铜蛇挂在柱子上，高高的举起来，那仰望铜蛇的人就可以得救。所以摩西就造了一条铜蛇。以色列人他们的希望是希望上帝可以让毒蛇离开，但是上帝的计划却是要让他们继续的看这条铜蛇。摩西就照上帝的指示造这个铜蛇挂在柱子上，被蛇咬的人只要相信并且顺服，就可以得到医治，生命就可以得到存活。其实在旷野当中也经常会受到野生动物的攻击，这都是很常见的事情。但是摩西制造铜蛇，让仰望的人都可以得救，这个事件一直到新约这个时代，耶稣也提起这件事情。过去原牧师常常用这段经文摩西在旷野举起铜蛇，人子也必须被举起，要使所有信他的人都得到永恒的生命。所以这是预表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让凡是愿意抬头仰望他的牺牲的爱的人，都可以除去他的罪，所有的咒诅都会除去。因为在加拉太书3章13节告诉我们说，基督已经为我们承担诅咒，借着救赎使我们脱离了法律的诅咒。所以凡是相信耶稣是基督的人，都可以得到永恒的生命。铜蛇就像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一样，是一个记号，也是一个印证，更是上帝的应许。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很多的时候我们就像以色列人出埃及一样，明明只有700公里的路，但是只有9个小时的路程，我们却走了40年。明明一本圣经我们读了40年却读不完。我们不断的抱怨自己为什么要出埃及，为什么没有水喝，为什么水是苦的，为什么要绕路。以色列人经过得胜的喜悦，他们马上就遇到了艰难的考验。我们没有看到他们把得胜利的荣耀归给上帝。我们在遇到困难或者是征战的之前，我们都会祷告求主来帮助，但是我们得胜之后，我们就会忘记感谢，我们就会忘记上帝的恩典。因为我们在得胜的时候，人就会骄傲，骄傲就使我们在没有办法接受挫折，所以当我们接受挫折的时候就很难受，然后就会发怨言。
我们常常得胜不记得感恩，失败不忘记抱怨。上帝喜欢住在感恩的人心中，抱怨会使我们远离上帝的祝福。为什么我们会容易抱怨其他人？其实这些我们抱怨的人，他主要的是跟我们自己的想法、做法或者是个性不同的人。但是我们如果要改变别人，其实我们不如改变自己。因为抱怨是对事情看不顺眼，我们要改变的是眼光，不是对方。有人说天底下只有3种事，一种叫做自己的事，一种叫做别人的事，还有一种是上帝的事。那人的烦恼就是喜欢管别人的事，然后会担心上帝的事，然后忘记自己要做的事。所以我们应该把别人的问题还给别人，把超出自己的能力的事交给上帝。当我们把生命交给上帝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那么发生在我们的身上的事情也会是最好的安排。我们把所有的事情交托给上帝，我们的心就可以放下。我们等一下要唱的那首回应诗歌上面写说，这个在干旱无水之地，我可想你；在旷野无人之处，我寻求你。如果我们没有仰望上帝，那我们就会变成在干旱无水之地，我抱怨你；在旷野无人之地，我埋怨你，我抱怨你。当我们的心中有上帝，我们可以仰望上帝的时候，我们住在上帝的里面，那么在干旱无水之地，就会变成我可想你；在旷野无人之处，我们就可以寻求主。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我们一起起立来唱。在干旱无水之地，我渴慕你；在荒野无人之处，我寻求你。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等候你，如鹰展翅上腾。从头再来一次。在干旱无水之地，我渴慕你；在荒野无人之处，我寻求你。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等候你，如鹰展翅上腾。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如同枝子与葡萄树紧紧相连。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领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如同枝子与葡萄树紧紧相连。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领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再一次，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如同枝子与葡萄树紧紧相连。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领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主，我们谢谢你，愿你的爱让我们能够领受主你的救恩。主，让我们每次来到主你的面前的时候，主，我们就再一次来寻求你，来求主你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怎么样来看这个世界。让我们看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不会抱怨，我们不会埋怨，
我们知道要仰望主你，我们才能够得到主你来的救恩。谢谢你，我们同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我们请坐。我们要一起来祷告。第一，首先是赞美和感谢的祷告。罗马书1章20节这样子说，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从自然万物中，我们也可以看见上帝的奇妙恩典，这些都是他赐给我们的。我们要为每一天来赞美祷告。我们要为每一天来赞美祷告。我们一起在上帝的面前，我们献上我们的祷告，我们一起来赞美他，因为他是创造我们的主。所以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恩典在我们当中，祝福在我们当中。在历史当中，我们要用我们的诚心来对来赞美你。主啊，谢谢你，主，你是这个最大的主啊，谢谢你，在我们每一天都有主同在，保守我们的主。哈利路亚，感谢你，因为你是这个主万有的主，我们要用我们的年岁，每一天的来赞美你。哈利路亚，主啊，感谢你，因为你是保守保佑我们的神。哈利路亚，感谢你，因为你是值得赞美的主啊，主啊，不管是不是年岁如何，主啊，都有你同在。哈利路亚，让我们在旷野时，我们来亲爱的主，我们要感谢你，你是配得我们赞美的神。主啊，你是那荣耀的主，主你是创造的主，主这个天上地下宇宙穹苍都是你所造的，这一切都是你的恩典。主，我们到每一天，我们能够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可以呼吸到世界的空气，我们相信这都是你的恩典，都是你的创造。主，我们充满的恩典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相信我们是一群蒙大恩的子民。主，我们领受你的恩典，我们谢谢你，在这一切的奇妙当中，你祝福我们，临到在我们当中。主，我们要将这一切献上感谢在你的面前。我们同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接着我们要为全球国家还有城市来祷告。从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开始后的3年，全球的贫富不均严重恶化和急速的扩大，有50亿的人变得更加贫困。我们要求主的公理和正义彰显在各个国家当中，要导正国家、社会还有国际间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让各国的政府能有智慧还有谋略来进行治理。也愿神的国降临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也要为了两岸和平还有台海的局势来祷告。中共不断的对台湾军事的骚扰，军机越线，然后侵入台湾航空的区域，还有军舰的逼近，要把台海内海化。所以不管在政治、军事还有航海各个领域，我们都要求主伸出公义的手来掌权管理，让和平合作在国与国之间。另外，我们也要为了近日的食安问题，包含苏丹红这些致癌物质流入市面，求主帮助政府在食物安检上面要更加的严格把关，要使民众可以安心无忧的日常饮食。我们也要为了4月份开始要调升电费来祷告，求主赐福政府和台电有智慧来处理我们的能源的问题，也让我们可以节约能源，我们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地球，让我们可以不浪费电力，为台湾的能源来尽力。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
全能的天父上帝，你是统管万有的神，你按着自己的形象造人，又要治理这地，把这个工作托付给我们。我们要再一次的认知主你所创造我们的心意，为的是要叫我们与你有亲近美好的连结关系。主，我们敬拜你，侍奉你，就是要学习活出你的样式。让我们凡事在主的心意里面，让我们一生在主的真理的里面。我们为了疫情后的经济面来祷告，贫富不均以及国际间资源分配的问题在各国发生。我们要为在上位者、执政掌权者来祷告，求主赐下怜悯智慧的心在他们的当中，让各国政府在谋略思考的时候能有全体性并长远的计划来考量。这几年的战争频传，国与国中间，我们真的需要有神在我们的里面，求神恩典保护看顾灾害当中的人民。我们特别为台海局势来恳求主，求你在这地掌权，让两国之间和平共处，互相敬重，不再用军事骚扰越线来挑衅。求神在这当中，我们相信神你必定看顾保守。我们也为了已经发生的食安以及能源问题来祷告，在政府还有企业上的安检要谨守该尽的义务责任，消费者要学习分辨以及筛选的知识，在自身的习惯当中也要有不是只顾念自己的需要来消耗能源。神已经给我们治理这地的位分，我们要更多的看重自己在神里面的呼召，在基督里面长大成熟，行在主的真理里面，并教导带领人来到神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活出你的样式，管理神所赏赐的一切。我们这样同心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要接着为教会来祷告。我们的松年大学要在3月11号要开学，求上帝来赐福给这些年长的长辈，使他们能够得着健康还有充实的生活。借着松年大学的各样学习，能够有效的管理上帝所赐的年日，并且柔软他们的心，来更多的渴慕还有认识主。3月17号是我们的清明追思礼拜，在礼拜当中，我们要来追思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睡着的亲人，还有主内的弟兄姐妹，要借着思念所爱的至亲，以及缅怀信仰前辈美好的脚踪，也要期待我们来学习效法，让信仰代代相传。同时，我们也要为了我们的教会的第6任主任牧师的拣选，我们小会已经决定要聘请陈柏志牧师来成为我们的第6任的主任牧师。今天的新竹众会的中委会也已经通过，在3月24号要来举行牧师的拣选。我们求上帝来掌管带领，让我们从长职一直到信徒，大家能够齐心迫切的祷告，并且看重自己，我们是迦南教会的一份子，要以出席行动来关心拣选的事情。特别是在拣选的合会，需要2/3的会员的出席，还有2/3的同意，才能够通过这个选举。所以请大家，我们务必为这个事情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同声为了教会的事工一起来祷告。我们谢谢你。
爱的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你实在是爱我们，你让我们能够为各样事情来祷告，我们也是照你的吩咐来为万事万人祷告。圣经上说，白发是荣耀的冠冕，在公义的道上必能得着。愿你赐福我们的长辈，使他们能够爱自己，使他们能够得到健康和充实的生活。无论是松年大学，或者是德福关怀据点的学习，都有高度意愿进入教会，参与团体生活，得着健康有益的人际关系。也愿他们充满喜乐，乐于助人。愿圣灵感动他们，愿意敞开心认识主耶稣。感谢主，让我们能够透过3月17号清明追思礼拜，能够再一次的思念纪念先回天家的亲人，他们在世的时候所行的一切的美好，都将成为我们后人学习的好榜样。主，在这个时候，我们要特别为我们的教会第6任主任牧师在3月24号拣选的事情上，求神来掌权。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从聘牧到拣选，我们深知道，没有神的感动，没有神的同在，没有神的带领，是无法成事。主啊，求主你感动每一位弟兄姐妹，愿意起来为神的国度，为教会的复兴，同心与神对齐，成为神的器皿，迫切为陈柏志牧师能成为迦南教会第6任主任牧师来祷告，来守望。主啊，复兴是从神而来的，教会的合一是从同心祷告做起。恳求神看顾带领3月24号所拣选的事宜，每一个环节与细节，从头到尾都有神来掌权掌管。我们同心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现在我们要来彼此代祷哈，请我们站起来，我们找一个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跟他一起来祷告。
你里面，住在你里面，如同枝子与葡萄树紧紧相连。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领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如同枝子与葡萄树紧紧相连。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领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弟兄姐妹，请坐。我们这个时候要一起为肢体来祷告。我们首先为了个人读经灵修的祷告，求上帝赐给我们渴慕他话语的心，愿意将时间分别为圣，愿意在生活当中以上帝的话、以神的话为信念，活出基督馨香的气息。也为了成人牧区，为了年长者身体衰弱，还有各种病痛以及癌症开刀治疗当中的会友来祷告。求主看顾保守，身心灵能够得到安慰，在最近这几天寒冷的天气当中，可以注意保暖，出入平安。在第6组的谢松郎老师，他的妻子黄素清师母，要在3月16号举行安息礼拜，求主来安慰谢老师还有他的家人。也为了第8组陈世新弟兄，他在2月26号蒙主恩召，也要在3月7号举行树葬的礼拜，求主安慰的灵与遗族同在。第18组王威达还有杨玉新这对夫妇，他们的儿子王颖超因为诊断出先天性的输尿管畸形，造成水渗，预计在3月13号开刀手术。我们也求主来怜悯医治，来掌权，手术能够顺利，并且让孩子可以不要遭受到过多的疼痛，同时也求神安慰的灵与父母同在。我们先为这几件事情来祷告，为了我们刚才所看到的，不管是我们的肢体的别事或者是身体病痛衰弱的，还有我们个人的读经祷告，我们一起为这几件事情同声来祷告。在你的面前献上祷告，主，为了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的面前，在你的里面有一个灵修的生活。主，祝福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主都能够将我们的时间分别为圣，能够在每一天当中抽出时间来与主你亲近，来渴望主你的话语，来透过读经，透过祷告来与主你更加亲近。主，我们也为了教会当中的许多年长者，主，他们身体衰弱，或者有病痛或者需要手术来治疗。主，不管他们遇到什么样的病痛，主，我们相信你是医治的主，你都要恩典都要赐福在他们的身上。主，你祝福每一个病痛者都能够得到医治。主，让所有的照顾者，主，有坚定的心，能够来看顾他们身边这些病痛的家人。主，我们也为了在家庭当中有失丧者的家庭，我们来祷告，求主你的安慰与他们同在，祝福在谢松郎老师以及他的家人，你的灵来看顾他们，来保守他们，以及陈世新弟兄他的家人，主你的安慰都与他们的家人同在。主，让他们面对家人的离别，主也更加坚定在你的面前
来领受主你的恩典和看顾。我们为了威达还有玉兴他们的孩子尹超，主要接受开刀的手术，求主你来怜悯他，也特别医治这个孩子，在你的祝福之下，手术要得到顺利，要得到健康的身体，要继续用他的生命来荣耀主你。我们将这一切都恭敬仰望在你的手里，求主来祝福，来保守每一个肢体。谢谢耶稣，我们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继续为了青年牧区来祷告。3月8号要召开 Passion 的筹备会，为年度活动的施工来筹备。求主来帮助同工有全面的思考，有执行的能力。在3月9号的大扫除，教会的8楼还有牧师馆，要透过每一个活动事工还有服事，来凝聚同工更加的爱耶稣，更加的爱教会。在3月23还有30号的投影训练还有培训新软体的应用，求主来帮助同工在专业上更加精进，在服事当中可以更加的委身。退休会的报名有17位同工，也求神吸引更多的这个青年能够进入服事，一起来建造教会。儿童牧区要感谢主带领许多的小羊来到教会的聚会当中，求主来保守每一个同工还有老师让他们有足够的恩赐来喂养，来看顾主的羊群。也求主为儿童牧区来预备更多的同工，一起加入牧养的行列，也保守复活节的 Special Agape 的活动筹备的工作能够进行的顺利。我们一起为了青年还有儿童的事工，一起开口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知道你喜爱小孩来到主你的面前，主，你希望孩子能够在你的面前更加的亲近你。我们要同心为了我们教会的儿童还有青少年来祷告。主要求主你在他们年幼的时候，主你就看顾他们，主你保守他们的身心灵都能够健壮。主在他们成长的过程当中，主不受到任何的诱惑，主在也看顾他们的父母家人，能够带领他们来到主你的面前，来亲近主你。我们为了教会的青年事工还有儿童事工来祷告。主，不管是各种的营会的筹备，或者是事工的预备，主相信你的灵要在他们的当中。主在他们筹备每一项事工的时候，主你亲自赏识智慧，主你祝福，让你的心意成为同工的心意，让青年同工还有儿童同工他们所做的事，主啊，真的是你所喜悦的。主啊，能够带领更多的儿童和青少年来到教会当中，来敬拜你，来向你祷告，来向你呼求。主啊，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孩子跟青少年聚集的教会，让许多的儿童跟青少年在这里得到你的看顾成长。所以祝福他们，祝福我们教会当中的儿童还有青少年，保守他们在你的恩典下能够成长。主，谢谢你，我们同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这草中的星星可以将大山挪开，相信
以跨越困难，信心的祷告，神都听见，大声地宣告，勇敢向前。在你没有难传的事，软弱和忧虑中，你不曾放弃我，你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阿们。在你没有难传的事，软弱和忧虑中，你不曾放弃我，你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阿们。我们要将一切的荣耀归在你，我们相信你，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主，我们依靠你，我们就得力。主，谢谢你，你祝福今天晚上在你面前祷告的弟兄姐妹，主，让他们都能够蒙主你的恩典，蒙主你的赐福。我们在你面前献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今天聚会到这边，谢谢。